马街的故事，文录音阿嘉。逐年歇热，阿爸阿母拢会带阮四家去佚佗。因认为读死册不如行万里路。即摆旅行，我对淡水的印象特别深。阮坐船看风景，食鱼酥配铁卵，搁去参观古迹。沿路看到淡水教会甲河尾嘉义馆。阿爸讲，这和一位传教士马偕博士有关联。伫100多年前，伊漂洋过海来台湾，牺牲奉献30冬，真正伟大无简单。听到阿爸的绍介，我真好闲，想要进一步了解，就去找相关的资料来读看卖。原来马偕出世伫加拿大，受到家庭的影响，大汉以后，甲去海外宣教，当作伊一世人上想要做的事工。伫伊27岁迄当，决心来台湾。迄阵的北台湾毋捌有人来传教，马偕坐船经过乌水沟，远远看见青翠的山岭，伊感谢上帝的引带。耳孔边敢若有一个声音在甲讲，就是伫遮。拄开始真无顺利，马偕伫传福音的时，有真侪人甲铁笑黑白骂，甚至搁甲牵石头破屎流。面对侪困境，马偕并无失志，伊先替人看病挽喙齿，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。愿意信仰的人愈来愈侪，淡水教会正做北部头一间教会。伊的贡献不止安尼尔尔，搁用募款来的钱起一座现代化的病院，叫做河尾嘉义馆，甲人看诊拢免费。甚至甲家己辛苦所欠的钱，嘛摕来斗3天，去买土地办学校，连查某囡仔嘛会当来读册，人人公平有机会，培养出来人才有够侪。伫1900年，马偕去南洋教会巡视，转来淡水无偌久，讲话竟然拢扫声。检查了后，发现去得到脑喉癌。伊知影家己的时间剩无侪，就伫一天的暗时，伊拖着虚烂的身体去学堂讲经，集合所有的学生，听伊讲上尾一摆的课程。过当年，马偕就过身啊，厝内人照伊的交代，甲安葬伫淡水的墓园内底。伫伊人生的煞尾站，嘛希望甲即块土地来做伙。想袂到即个世间，有一个外国人会甲伊的欢喜甲快乐拢藏伫遮，遐尔爱台湾。马偕博士用青春写历史，全心全意来付出。伊的一生是一篇精彩、特别，搁使人敬仰的故事。
勇敢派10字架，甲这片土地当作最后的徛家。伊对台湾的疼惜甲认同，互阮深深受感动。我嘛要对伊的骹步行，意志坚定，活出家己的生命。希望未来会当甲大家同心同齐来打拼，为咱的台湾创造出响亮的好名声。